开始就宾果边啊，吼，大家拢叫伊小迪哥，小迪哥，我拢免叫伊小迪哥啦，因为小迪哥安尼，每次大家拢爱解释最中意。来，好来，小迪，真正拄则咱听迄个啊拍片，吼，这首歌吼听起来实在互人会感觉讲会振奋人心吼。你感觉即摆近期当然较无讲介好啦，吼，就是讲咱是破破啦。也不是说很差了，但是讲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呢。哦，所以人会这久啊，你感官这种尤其现在的少年家哈，要上不上，要低不低啊，这就艰苦。我常常感觉讲即摆哈啊。所以我讲这话可能大家爱听我详细，我唔是讲鼓励人卖读书，即话即摆做这无读书的，伊就凊彩去做一个工啦，还是做投水的啥，一工1000块、2000块迄种苦工，伊干嘛去做？但是伊若出国留学，开出的钱去做博士啦，读大学毕业，你讲去做一个月2万几块，以来为主，所以很多人真的是会为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讲，我觉得我们的咱的政府爱有一个讲要甲咱遮人。带去对，有一个主题出来讲，有读书的人，甲无读书的免啊分辨这个事。这你学有没有可以用啦哈？你像咱讲这个我们教育制度哈，教开半步的时阵哦，含一个考咯，含一个工课咯做袂落哦。是啊，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下，你若讲真的心情低潮的时候，听这个袁小迪的拍片哈，人生总是有好有歹嘛，鸿运总是会来嘛。但是你想看卖讲风台来嘛退嘛，对吧哈？鸿运来嘛是会退嘛，对吧哈？不管偌困难代志哈，到尾也嘛是一定会解决的啦。哈，有希望啦哈。这人讲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哈，路是人走出来的。对啊，那无法度通就甲弄有当过。喂，这个哈，来，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哈，我说什么样的歌型都有啊，什么样的这类瞎瓜的人，你通通网罗了哈。我干嘛拎空西弦嘛？每一首歌的这个作词作曲者哈，好像都为了要写袁小迪的歌，真的是为你这个用心打造，有一点量身定做，对不对？我这个哈，我老尝试迄个男女对唱的歌，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有较侪首哈。我唔捌唱过迄个一句台语一句国语的这种的。我跟龙千玉合唱了很多歌啊。第一届唱了这，我内底有曲的胭脂泪啊，胭脂泪啊，这写男女对唱的。然后时下就蛮多那种。女孩子唱国语，然后男生唱台语的，较少这种的歌。我第一个唱这类歌，这个有跟龙千玉跟那个张荣荣合唱2条，拢这类型的歌对吧？也好啊，那有什么要紧？新的尝试啊，对啊！你加这2个，这2个嘛是哇，唱歌嘛唱几年啊哈。荣荣是第一次合作。但是伊在歌单嘛，就这年啦。以前的唱口水歌的偌久啊，我看面迄个龙千玉，阮2个算老搭档，对，最久的。讲真呢，恁即马咧对唱的时阵吼，你是分开还是讲你会去看伊探夜班啊？录音的时阵，如果是都几乎是会在一起，几乎都会在一起，但是我拢会和女孩子先录，然后我再来录，随着她的语气啊，因为每一人唱歌迄个。开无讲，迄个可以讲啊，所以尽量安尼较好，就成较一体啦，对，较一体，无你我唱歌啊，伊唱伊安尼就尬歌无意思啦，两个人咧合唱就不一定是尬歌哈，那唱起来的味道呢？2个声线无共款的哈，荣荣跟迄个龙千玉无像的哈，完全拢无像款，荣荣其实伊本身他就是好像是也是外省的小孩所以伊即马唱闽南唱台语歌唱较久啊，但是唱国歌也是毕竟伊咧家己会较正，所以你完全无可能去华语的部分，无可能轮到你啦哈。无，华语拢因唱啦，因为我唱我家己就有那怪怪。其实这也毋是足重要，但是都多歌曲都是选择是安尼，可能是有时点仔故意吧。迄个作者可能是讲安尼，很多外来的女生啊，不管是迄安越南还是对华来的查囡仔，因拢对国语较省嘛，所以就互因学一个吼，来对唱的时候会当唱啦，对吧吼？讲真诶，我讲恁2个啊，你这2个拢捌唱过华语歌啦，龙千玉早期对吧？
江玉琴的时阵对对对啊，唱华语歌啊，这个拢更唔免讲吼，迄唱到变过哈，所以咱今麦要听啥诶？那就来听听，我感觉真是这胭脂泪来。哦，胭脂泪来，龙千玉、袁小迪。胭脂红粉缠绕女人的灵魂，用尽岁月不红尘，茫茫天涯问此生，有谁能为我化雨纹？打开心内的窗门，回头看心就酸，想要问无人应，往事了了在感情，牵肠挂，拄着一代佳人，看尽风中泪纷纷。漫波心事问缘由，胭脂泪，泪情深，愿将此生不离分。望穿红尘千里远，频频回首叹命运。如何能怎么恨？往事重提泪与分。就让此心随你奔，用我生命不愿停，你是我最心爱的人。胭脂红粉缠绕女人的灵魂，用尽岁月不红尘，茫茫天涯问此生，有谁能为我化雨纹？打开心内的窗门，回头看心就酸，想要问无人应，往事了了在感情，牵肠挂，拄着一代佳人，看尽风中泪纷纷。漫波心事问缘由，胭脂泪，泪情深，愿将此生不离分。望穿红尘千里远，频频回首叹命运。如何能怎么恨？往事重提泪与分。就让此心随你奔，用我生命不愿停，你是我最心爱的人。就让此心随你奔，用我生命不停。你是我最心爱的。